啱啱就講完個胸啦 head over pull 啦，咁我哋就講埋個背一次過講埋啦。頭先都漏咗講啊，做胸嘅時候咧個手足唔好用嘅嚇，個手踭唔好用啊。OK， 呢個都係一樣嘅。咁今次都係咁樣揸啦嚇，都係打排球咁揸啦。瞓嘅位置都係一樣㗎啦，都係肩胛瞓個頭。咁今次有咩唔同啊？就係、手踭要打開喎，手踭盡量向兩邊折。沉落嘅時候，去到你嘅呢條啦，唔知幾多啦，即係總之，跟住拉上嚟嘅時候，可以拉過眼，去到眼水平咯。因為今次係做背啊嘛，嗰、個張力咧係可以去到眼嘅差唔多，係啦。當然啦，佢如果係用 cable 嚟講咧，可以拉到落去腳棍嘅，但係因為係用啞鈴啊嘛，啞鈴再拉過眼咧已經冇咗個張力，所以可以去到大約眼嘅位置咯。咁頭先就話喺眼上邊，因為胸就係45度咯，而背可以落多少少咯。咁最主要就係打開手踭，就唔需要內扣咯喎，因為你做背啊嘛。你手踭舉翻背闊肌嗰個位置啱啱好咯，就係、水平翻背闊肌嘅位置。